在我们长大的那个年代，其实台语还是有一点点稍微被歧视的啊。然后那个时候讲啊，台语歌作爽啊，还是讲啊你哪讲台语？主要影响我对台语比较有注意到，还是林强老师的作品，就觉得我这些歌很直接，然后很口语，然后很多的台语的措辞是国语没有办法呈现出来的力道，所以我就开始对台语比较着迷。其实南面儿歌好像第1届的时候我们就有去唱了，还是第2届，在那个美术馆那边，那个第2届那个发表会这样子，然后我觉得办得很好很大，然后也都整个很专业这样子。几个制作人大家的强项跟风格都不同，如果我们有缘分呢，可以一起来制作一些东西的话，我也会尽可能把我能给的协助做到最好这样子。立贺，我是灭火器大阵，给自己一个机会，跟我一起玩音乐。2016南面儿歌，就你这会创出好听的新台语歌。